因为这样要停一起停，不要说啊他要过啊车子还要等他啊，就我觉得行人就用行人的专用的灯号，就让他们行人先走完。因为这样子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过马路，我就不用太紧张，说等一下车子就要开过来，我就可以很安心的过马路，然后不用担心。那最近政府呢，在各个路口设置呢行人专用的石像这样的一个设置，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安全的措施主要是我们的孩子呢，从社区走到学校，都会经过这样的像中正路啊、永福路这样的大马路的路口。那有这样的一个行人专用石像呢，就算没有爸爸妈妈的陪伴，没有导护老师指挥交通，他们还是可以在非常安全的状态之下呢，非常安全的走在斑马线上，然后安安全全的走到学校来上学。虽然说看到网络上有蛮多人在批评行人庇护岛的设施，可是我觉得基本上只要正常开车的话，是不太会撞到那个行人庇护岛。会擦撞到的话，通常就是转弯习惯不太好的人，所以就是行人庇护岛的存在，我觉得就是提醒大家转弯的时候不要切西瓜，然后可以用比较安全的弧度。那我觉得这样对驾驶跟对对行人来说都算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措施。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所谓行人专用石像，就是在路口的行人要记得看我们的行人专用的号志，就是我们俗称的小绿人。车看这个3色号志，那人就看小绿人。那我们会把这个所有的路口的这些号志的时间，特别区分出一个时段给行人来用。那这个时候4个方向的汽车都会停止，汽车、机车都会停止。其实行人专用号志这件事情，在台南市过去其实就有在采用只是可能没那么普遍。那我想在今年大家重视行人通行路权的这个情况之下，我们积极的来盘点。那市长也指示要以完成100个路口为目标。那我们首先在这个行人通行量比较大的地方，比如说医院或者是学校，或者是一些商圈市场附近，行人会来通行路口比较多的地方来优先设置。100处的完成只是一个里程碑。那今年开始，我也跟同仁讨论，我们未来会对于行人专用石像的设置，会陆陆续续就车流跟人流通行的这些特性，作为一个日常持续往前推动的工作。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今年唐德宗律师过身77周年追思纪念会，拄好是市府将唐德宗受难日3月13号定做台市正义甲勇气纪念日10周年。追思会一开始，依照往例先谢行圆环，才进入唐德宗纪念公园。其中为了见证唐德宗父亲就是日本与土司的人，所以该市市长袁松茂雄嘛专工率领40人访问台湾来台南，强调是跨国完成梦想。在台南市看到汤德章先生受到大家的尊敬及表扬赞美，在此我深表敬意。我曾经有一个愿望，那就是来台南访问见证这个正义以及勇气的纪念日，并且在这个国家认同以及能够了解历史变迁的公园里在汤德章先生的铜像前献花今天我终于达成了愿望了，真的非常的感动。为了纪念唐德宗律师唔惊当时维权、勇敢牺牲的精神，国家人权博物馆今年嘛将唐德宗伫原民生乐园受难的地点设立不计为止的标示。市长委贴甲日本代表团嘛以献花向前正式告白。唔那是来
少年唐德宗律师，其实嘛希望互咱的民主人权的政治会当继续来发芽，继续来成长。这是一个唐律师为台湾牺牲，为了伊的理念牺牲，伊的上重要的意义。作为一个台湾人，要走向未来，上重要的第一步。所以每一天的这个时，阮拢会伫遮来，互大家唔通袂记这唐德宗历史。伫正义甲勇气纪念日10周年的即刻，金马奖导演黄明正找找唐德宗的纪录片，3月10号嘛将伫全国院线上映。会中金曲歌王谢明佑嘛首次公开演唱伊为电影所写的主题曲《我是son》来献给唐德宗律师，互人深深感动。面对唐德宗律师甲这市民伫2礼拜白色恐怖所受的不公不义，嘛希望传承予未来世代捍卫人权教育甲转型正义的精神。不管是伫什么时代，拢是咱台湾人上该需要的，就是袂当拢干那想家己，啊无其实以人性来讲是正常，大部分的人拢会想讲哦，顾啥着顾巴肚较重要啊，但是就是爱像唐律师安尼，为台湾的大局、兼社会大事来设想。伫庄严的对书会中，拄来成为日本熊本甲台湾台南城市文化交流，更互市民甲游客伫献花同时，深刻认识台南的历史文化，活出人权尊重的社会。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南市议员蔡秋兰伫去年9月份，被控涉嫌诈领助理费，被检调单位来侦办。经过5个月的司法调查，最后台南地检署以并无不法无起诉，而且台湾高等检察署嘛维持无起诉的处分。上午蔡秋兰以着感恩的心情召开记者会，一方面感谢乡亲甲助理的不离不弃，另外嘛感谢司法颁予伊一个清白。秋兰而遮慎重甲我所有的乡亲是都啊，一定感谢因不离不弃。这段时间我真的很难熬，因为牵连到很多人。我的助理一共有将近15位了，他们每天都陪我着，所以我今天开这个记者会是为了我的乡亲，还有我们的团队。我们一直都是清白的，一直都是敬业的，一直都为民服务的案件。我是专业，我没有副业，也没有做其他的工作，所以我是专业的议员。在这边，我真的很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一路陪我到现在，所以我真的很感谢。希望记得媒体朋友帮我把这个信息发出去。因为高检跟那个地检都不起诉书在这边，所以我希望媒体帮我分散出去给我所有的乡亲，还有全国的朋友，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是陷入到助理费的问题。今天司法还我清白。蔡秋兰担任7届的议员，将近20-30冬来。即届无缘无故被加入去诈领助理费的案件，前后10多名的助理甲亲友被约谈，内心嘛相当的煎熬。如今得到无起诉的处分确定，嘛总算献予伊甲服务团队一个清白。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相隔36冬，好心动2年的王献大典，王船遥景活动正式展开。长24尺的王船伫市区游街相当壮观，沿路未少民众拢斗阵来游王船，祈求平安。遥景队伍由普济殿知府王爷成桥领队，先锋官高信东、吴富千岁，北甲将王船驾真好驾。
马丁桥是好信堂先天上帝相当热烈。王船开工了出场，要出来台南市安尼行一日啊，代表甲这瘟疫做一个收尾安尼。伫咱这道进前有安尼同款的状况，是爱追溯到民国77年的时阵。今年毋但是连续8颗将近100吨的王献大典，拄到台南市霸更具有意义。庙方特别邀请市长王伟泰来主持落定仪式。台南市霸第一个王船落定的可以，都能当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好正常的王船伫今仔日的出巡希望会当来祈求王爷保庇，互咱合境平安，事事无灾。伫队伍当中有一群由台南警义消兼医护人员所组成的医护团队，提供上专业的医护照顾。大家一起同号而战，有专业的人士，还有专业的证照，大家一起这样子组成一团。这边好信堂王献大典王尊节，庙方嘛提出市定民俗申请，希望将地方民俗文化发扬光大，撒向国际。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与知名声乐家简文秀一起演唱《甜蜜蜜》。台北市长蒋万安宣布，2024杜鹃花季正式展开，邀请国人一起来大安森林公园欣赏超过20个品种、21万株杜鹃花，还有2万盆绣球花、醉蝶花及薰衣草等各式季节花卉盆栽，享受满满幸福感。在大安公园里面就有21万株的杜鹃花，那在整个台北市，特别在城南的地方，我们有85万株杜鹃花，所以这一次我们规模更加盛大，我们让杜鹃花开满台北市的每一个角落。其实我记得在以前看过我们台大医学院荣誉教授谢丰洲，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伟大的城市一定要有一个意象，一个文化。当大家到日本想到的是樱花，到荷兰知道是郁金香，来到台北，我们的市花就是杜鹃花。其实杜鹃它的赏花期会比较长，然后我们园内今年在大安森林公园里面，我们有布置了绣球花，对，让民众觉得说，来这边看是有幸福的感觉。百花争妍的美丽景象也吸引许多民众拍照留念，只说真的很美。开得很好啊，很漂亮，都什么花都就是看起来很华丽，就是开得比往年还漂亮。今年就是看得起来很华丽啊，很漂亮，心旷神怡。蒋万安表示，杜鹃是台北市花，除了色彩鲜艳外，适应能力也很强。坚韧的生命力真代表台北市不只是一个多元丰富的城市，在面对外界挑战，更能克服困难，勇敢向前迈进。杜鹃花它的特性，也就是除了颜色鲜艳、美丽，而且它适应力很强，它的生命力坚韧，其实也代表台北市，我们不只是一个多元包容的城市，而在我们面对各项外在的挑战跟困境的时候，我们依然往前迈进，勇敢前进，这就是台北市，这就是我们这座城市。公园处方面也说，杜鹃花虽然容易栽种，但是因为花期长，要维护并不如大家想象的容易。杜鹃花其实是很辛苦的，其实它好种，可是在培育，因为它度夏天，这个夏天就是会让杜鹃花比较困难，所以我们有时候会用一些遮阴啊，或者是说会用其他的方式来让它可以把夏天度过去，然后剩下的其实它的施肥啦，或者是除虫啦，或者是说浇水，其实它最重要的就是水分，所以杜鹃花的水分管理非常重要。除了3大展区与小木屋、机器人等特色造景外，配合大安森林公园建园30周年，主办单位还首度推出限定活动——安森音乐派对，由青春活力的校园社团与街头艺人轮番上阵，在周五到周日提供丰富的音乐飨宴。蒋万安也回忆，要不是前市长黄大洲的勇气，台北市就无法拥有这一座绿意盎然、生态丰富的大安森林公园。当时他
承受极大的压力，面对各项的抗争。他告诉我，甚至他当时住在市长官邸，晚上还被抗争的民众包围。他说他的太太都告诉他不敢回家，但是他还是坚持做对的事情，也才让我们现在所有市民朋友享受这么棒的大安森林公园。整个花季一直到3月底为止，花季期间还将举办质感生活教室，邀请民众进行杜鹃花相关手作体验，欢迎亲子一起到大安森林公园近距离认识杜鹃花，享受 DIY 乐趣。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在夜市中，一台轿车完全不减速，冲上了行人庇护岛，直接撞得四脚朝天。过不到几周，在早上，同样的剧本再次上演。这个位在小港沿海一路的人行庇护岛，不到几个月就击落了好几辆车，被批评为设计不良，应该要拆除或是调整。那真的是庇护岛的设置上出了问题吗？汽车呢，它会因为撞到行人庇护岛，说这个行人庇护岛不安全。那我必须要说，汽车如果没有撞到行人庇护岛呢，它就可能直接撞到行人。第二个是它一定是没有按照我们一般的转弯规则，就是到路中间再转弯。行人庇护岛设置最主要是让行人在通过路口的时候有一个缓冲的空间，但另外也是避免这个车辆有切西瓜的行为那什么叫切西瓜的驾驶行为？就是车子呢要左转的时候，它出了路口就直接左转，所以车辆要做左转的时候，它到了路口以后先减速。减速以后呢，不要直接就左转，这样的话就会因为 A 柱而挡到视线，有可能就会造成行人的这样交通事故的冲突。那所以通过了中心线以后再做左转，这样的话可以确保车辆转向变成正向面对我们的行人的时候呢，可以注意到行人，然后来停让礼让行人。其实近期几起事件都是驾驶晃神或是酒驾导致。行人庇护岛的功用，在大型路口往往可以成为路人的安全缓冲空间，除了保护行人，也是让驾驶的行车路线更能清楚地看清路况。中正民族路口来看，这个路口比较大，我们设置了庇护岛。那行人呢，他如果说尤其年纪大的，他如果一次没有办法穿越路口的时候，他也可以在我们的庇护岛这样的一个缓冲区呢，能够做一个停等，他不会担心在路中间可能有车辆会有撞击这样一个风险。所以这些功能都是为了保障行人的安全，也确保我们的驾驶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驾车的习惯。近年行人路权备受重视，庇护岛的装设只会越来越多，交通道路系统随着时代进步调整，驾驶人的习惯也可能面临需要重新导正与习惯。我们目前设置有60处的庇护岛从今年开始还有4年的这个行人交通安全的计划里面呢，也会持续来做增设。那还有就是说，这设置这庇护岛以后呢，但我们尽可能也会做所谓的行车导引线那来导引车辆来做正确的行为。行经路口减速慢行，注意行人停车礼让，转弯求快，斜切西瓜，亲密接触行人庇护岛。记者川军高雄报道。高雄轻轨运量屡创新高，搭乘轻轨也成为日常选择。不过，您有注意过轻轨的台语怎么念呢？嘛是讲轻轨啊，对啊，哎呀，翻过来是轻轨啊，对不对？轻轨怎么念哦？我真的念不出啊。轻轨比较合理。翻成台语哦，不知道怎么翻呢？轻轨。轻轨。我台语超烂，很难念呢。轻型等车。高雄捷运公司解释，由于轻轨一词属于外来用语 light rail， 因此过去都是以中文发音，直接念作轻轨。不过近期有民众和学者提出疑问，是不是该给轻轨一个 local 的名字嘞？台湾师范大学台文系发表声明，表示根据《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障法》以及《国家语言发展法》，其实轻轨应该要有属于自己的台语名称来播送，才符合规定。譬如讲轻轨这个词咧中文，伊嘛是新的词，但是伊讲轻轨当有人去执行，啊无嘛，因为中文大家的活力活力较悬、较强嘛，咱才会当接受。这较定听你的关系，所以台语改讲做粗体，就是轻甲气袂讲都喊你听，啊咱常常听就会关系。所以新的词其实无需要到讲一定要找什么专家学者，但是一定是爱以使用者爱加以。
高捷公司也做出回应，表示参考各界意见后决议做出修改。高雄轻轨目前的列车内广播均遵守大众运输工具播音语言平等保证法规定，均有国台英客4项发音，而有关广播内轻轨一词，即会依建议采用轻体一词来发音。过去轻轨有人念作 King T， 有人念 King T 咯，也有人认为是 King 行等掐，众说纷纭。如今高捷公司正名为 King T， 也为轻轨的历史添进新的一笔。记者苏焕君、李凡飞公主报道。蓦然间只是新时辈，曾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记者会由麦帕蒂乐团开场演出，结合流行和爵士乐，改编swing节奏版的《爱如潮水》。经典歌曲《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重新诠释，为即将到来的春分节活动音乐主题预告暖身。今年2024新北春分节主视觉和人气超话 IP 天天好事合作，给人舒服、轻松、自在的感觉。希望市民来新北大都会公园，就会天天好事发生。副市长陈纯进表示，春分节希望打造新北大都会公园专属的春天品牌活动，延续春日意象的大型艺术舞台，以及全台最大的春日市集。摊位数更从去年120摊再升级到150摊，集结北中部4大最夯的市集品牌，6大主题市集，来这里一次享受逛好逛满。今年也有北部、中部的4大这个市集的这个机构来帮我们组成150个摊位的春日的市集，可以说是全台湾最大的这个市集。它分成6大的主题，不管你喜欢不管是吃的或者是买东西，甚至是毛宝贝宠物相关的这些摊位它都会在那边呈现。另外一个去年没有的特色，我们今年提供这个野餐套餐的这个预购的组合，我们有这个套餐组合你是事先预购，你全家就一起到那边，你就可以享受这个午餐在那边野餐就可以就地野餐。高安处表示，春分节活动现场的知名市集品牌包括了小瓜牛市集、好日市集、有趣市集、爱手创等等，融合艺术文创、异国美食之外，更响应环保，自备环保餐具享优惠折价5元，共同守护环境。另外，市府也推出限量超值1300元春分节野套组，内容物包括了主题野餐篮、熊肉生或河滨餐垫、保鲜盒、环保餐具组、市集折价券、防蚊液、饮料等等，超优惠的价格只要499元。而记者会现场也准备了一套由侯友宜市长亲签的野套组，1元起标，最后以1000元的价格售出。想要购买的民众可以上2024新北春分节官网查询。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在天元慈善功德会关怀据点墙上布置了学员们的学习成果。天元慈善功德会秘书长杜燕玲表示，关怀据点成立以来，开办了各式的课程，发现银发长辈对艺术这一块也很有兴趣，所以邀请了专业的美术老师开办从零开始学色铅笔画班，一推出就很受欢迎。在老师的引导下，都展现让人眼睛为之一亮的作品。那我们从很多的语言、电脑一些课程之后，发觉艺术人文对我们学长也很重要，所以在今年呢，特别尝试邀请年轻的画家苏庆峰苏老师来教我们这个色铅笔，从最基本的不用花很多钱买一套300多块的笔，就可以来开始让学长去展现他们呢一个画画的才华。那虽然有很多人是零基础，也可能是老花，也有可能觉得自己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艺术天分，可是在老师的引导下面我们发觉学长他们在这当中就是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也发觉自己原来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能力去完成一幅美丽的画作，然后进而呢也提升了自己的自信心，然后让自己的人生里面更多彩多姿。指导老师苏庆峰表示，虽然很多长辈没有什么绘画基础，但是学习动力很强，从第一次画的深色到后来一画就是2-3个小时，一路走来的进步很显著，而在创作过程中和同才互动，也可以延缓老化。我觉得蛮感动的，因为
从第一章刚开始啊，他们都很有压力，对，就是画起来好像没有那么顺，他们觉得啦，卡卡的，当然到后面呢越画越顺，而且可以做从半小时就是画中，然后慢慢的越增越长，所以他们在家里还可以做到2到3小时，就是一直不断在画图，对，然后就是已经有一点像是他的退休生活已经有这个目标了，对，那我觉得这个生活当中这是很好的。对，也不会让他的记忆就是慢慢失去。已经84高龄的学员赵月女也是在亲友鼓励下来上课，学习过程让她感受到同学互相扶持的温暖。而土城区民的里里长吕礼明，则是因为有里民来参加，特地要他来看展。吕礼明说，透过课程让长辈走出家门学习，保持年轻的心，人就不容易老。不然在家里要做什么？一定要出来嘛。出来的时候看很多同学嘛，所以同学大家都对我很照顾我，鼓励这些退休人员哈，就比较有时间的这个我们的市民能够走出来哈，因为你退休以后如果都待在家里，反而是一个容易退化老化了，所以我们也也是鼓励所有的这个退休人员能够都走出来哈。这个我们讲做一个终身学习的立场啊，大概多学习他喜欢的课程。天元慈善功德会表示，藉由成果展，让长辈有机会互相观摩彼此的作品，也可以让亲朋好友了解自己所学，让大家看见银发族的无穷潜力。记者赵世渊新北采访报道。